后来今仔日这个286例本土病例，台北的第二管这个传播人数有60例。 有去过绑架活动的相关的病例有84例，某一个社团的相关的案例有7例，中华普陀家族的群聚感染有4例，宜兰有艺场2例，不明的感染源63例。指挥官陈时中有上新的说明。 295例的 COVID-19 的确诊，那286例是本土，那9例是境外移入。 那这286例的本土个案，155例是男性，131例是女性，年龄还是有小的小朋友未满5岁到9岁多90多岁，发病日介于5月1日至5月19日，居住的县市以新北市157例，那在中和有40例，那其实台北市的87例，那万华区有40例。 桃园市17例，宜兰县8例，彰化县6例，基隆市5例，高雄市及台中市各2例，新竹、云林各1例。那其中有万华的活动史相关的有84例，茶艺馆相关的有60例，那社团相关的有7例，那水果商相关的有4例，游乐场相关的有2例。 那今天新增的第一起是大家早上也有看这个和平医院有出来说明的就是说在原来一开始这个万华这个事件比较刚开始的时候，有2位这个有万华活动史的民众到和平医院去住院那因此然后就导致这个就是需要匡列这个因为院内确诊而需要被匡列的这些人当中那昨天有新增2名的病患是跟我们的这个案1273就是前面有确诊过和平的病患案1273同病房的2位病患以及案1273同病室的另一位病患的看护所以就是增加了2名病患确诊以及1名看护确诊那这总计是4名的这个就是对，这就总共有5位是在这个院内感染事件当中那有发现有3个有万华地缘关系的员工也确诊不过这3位员工呢，跟前述刚刚讲的这个4位病患以及一位看护都没有相关的一些病房或者是直接照护的接触史所以看起来应该比较是社区感染这边的独立事件那。 另外，今仔日有9例境外输入，分别为菲律宾、美国、南非甲印尼来入境。今仔日有1例死亡的病例，是70多岁女性，伫绑架的撞溃。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2825例，有15个人死亡。